廉署喺上個星期四11月27號成立專案小組，就雲福苑維修工程可能涉及嘅貪污展開全面嘅調查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哋一共拘捕咗12名人士，包括工程顧問、承建商同埋搭棚嘅判頭。喺貪污嘅調查期間，廉署發現工程曾經使用未達阻燃標準嘅防護網放咗喺棚架上邊。依家我向大家交代有關嘅詳情。事源喺今年嘅7月之後，因為颱風襲港期間破壞咗原先安裝喺棚架嘅防護網，於是有涉案人士喺一間本地嘅供應商分批購買防護網以作更換。證據顯示，涉案人士以每卷54蚊買咗2300卷，約75000平方米。但係呢批嘅防護網係未達防阻燃嘅標準嘅，咁佢就將呢啲防護網就替換咗損壞嘅地方。呢批防護網我哋計算之後係足夠可以包8棟大廈。咁今年10月尾喺中環發生一宗涉及棚架防護網嘅火警，涉案人士擔心佢哋嘅棚架嘅防護網會被抽查檢驗。為應付檢測，涉案人士喺同一間嘅本地供應商以每卷100蚊購買115卷，約3700平方米。呢批防護網係達阻燃嘅標準嘅。咁佢哋就將呢啲防護網就裝咗喺每棟樓宇嘅棚腳嗰度，以圖魚目混珠，成功喺往後嘅測試結果獲得合格嘅結果。正如保安局局長當時剛剛透露，警方與廉署已經組成呢個聯合調查小組，調查事件。雙方已經開始同律政司檢視現時所得嘅證據，考慮究竟係咪有足夠嘅證據去檢控涉案人士。